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月底县市长当选人特别就职，开始要来服务选民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福，服务的福，读第八条福。有人说福，若是衫穿伫咧身躯，才会衣福，咱讲是服装。另外，食透路读册，大家穿同款型的衫，咱讲是制服。若是去一个清楚的所在，咱的身体无适应，咱讲是水土不服。若唔甘愿，咱讲是不服。替社会做代志，咱讲是服务。另外，食药啊，古早嘛有讲服药，一贴药啊，有人讲是一服药啊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洋服。字面的意思就是讲西洋式的服装，这是为日语来的，意思就是西装西美了。第二个词读做陪服，意思就是钦佩敬佩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位洋服师傅伫咧世界服装比赛打败其他的选手，拼到冠军，伊顶真的态度，真做台湾之光，实在是足互人佩服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福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